兄弟姊妹，甲手机啊关机，还是关伫静音。这是奉主的名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走吧。摇花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阿免，咱来学罗圣诗36首，上帝的恩惠慈悲会众请起立。创造有定的主宰，万权能的阿爸爸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独一真的上帝。全地拢要向你出欢喜的声，出歌学罗你的圣尊名，因为你至悬至大，学罗你的话要常常伫阮的喙。我要用感谢入你的门，学罗入你的因，感谢学罗你无煞，因为你是好，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感谢上帝找圣囝耶稣来到世间，有阮有永远活的盼望，祝你永远的听阮，也用慈悲永远来到你的手宝座前，甲你相拄。我要用学罗敬拜主神，仰望你的阳光，因为你是阮的大牧者，阮是你草场的羊，阮要感谢你到永远，学罗你的名到万世代。亲爱的圣神，感谢你降临伫阮中间，充满阮，互阮有智慧甲聪明的神，记忆甲能力的神，知捌甲敬畏耶和华的神，也是启示阮话语的神。
信心你爱阮，正人结连伫你，因为你要加添阮信心，提升阮搁较听你、认捌你、敬畏你，甲你亲像你。听阮的主，你为着阮世界人的罪，甘愿牺牲你家己，来行十字架的道路，打开救赎恩典的路，互阮来军队，搁将你过换毋茫的能力。祝福阮会当往你的真理换命道路来跑走，跟对你的脚步来行。下面主，阮时常得罪你，搁得罪人，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光照阮，互阮会当随时活倒转来归伫你。感谢主用宝血洗清赦免阮的罪，除去阮的不义，互阮的甲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有换生定直的心。来讨主来欢喜，去做的主，教育阮伫你的念理甲建筑委员同心同工的努力，已经接近完工的阶段，其中还佫需要主你来抓看保护，伫阮的内面施工的安全，使用即照的申请甲四边的协调定时间，互阮会当顺利来进行，由主来掌权。安慰伊哋的主，遗体中间有失去亲人的家庭，主因毋甘少年的心情，由主扶持的手来陪伴安慰因，因会当继续勇敢靠主来行。身体有病痛、心神忧伤、软弱的肢体，主伸你国外灵魂的手来医治，互因有凭信心来领受你国外全权能的医治。求主赐予今仔日生疾的细囝，伫主的疼甲爸母的疼惜下面来长大，祝福因每一个人的脚步会当靠主遵行主你的旨意来行。愿要向主来求讨，互因有聪明智慧，因为主你是赏赐因聪明智慧的主。感谢圣神甲牧师同在，伊出入拢有主的保守照顾，互伊的灵魂体拢健康。圣神要启示阮的话，放伫牧师的心内，透过伊的喙来向阮讲话，互听的甲讲的拢得到福气。阮将一切敬拜，诚做芳芳的祭，献伫主你的宝座前，你主来欢喜。愿一切荣耀、尊贵、权柄，拢归伫宝座顶三一的上帝。即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齐声来祈祷。阮的天父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如同天命。阮的日时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只，咱要用许多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先神投胎，对在主玛利亚出世，伫本场跌倒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无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能，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我咱要来读经文，经文50，以赛亚书61，在圣经后面1091页。我来刻，请咱大家来读。只管上主的神临到我。使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伊宣布受掠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予伫圣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忍受称做公义的手。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
因的后代伫咧国会得到好名声。到阵，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多谢咱要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使徒行传有2位拢共款。头一位是使徒行传第4章36节到37节，台语汉语版的139页新约，和修版的185页。使徒行传第4章36节。有利未族的人出世伫居米路，名约瑟，使徒叫伊做巴拿巴。伊有园，就去卖，将所卖的银带来下伫使徒的骹下。佫一位是伫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30节，台语汉语版是148页，和修版是197页。使徒行传11章19节。为着斯提反的事生起的苦难，来四散的人骗行到腓尼基、居米路、安提阿，无对别人讲道理，只有对犹太人讲尔定。若是其中有居米路、古利来几若人到安提阿，也对腓尼基人传做耶稣的福音。主的手甲因伫地，信赖归伫主的，因会少爷不知罪。论到遮的人有消息到耶路撒冷，互教会听见，因就找巴拿巴去安提阿。已经到看见上帝恩就欢喜，好劝众人用心志结连伫主，因为伊是好人，有圣神甲信满满，对安尼加添侪侪人归伫主。25节，伊有去大所找扫罗，已经拄着。就带伊到安提阿，伫教会中聚集1年久，教示侪人。搁学生称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去。当迄时有几若个先知对耶路撒冷落去到安提阿，其中一人名阿加布起来徛，靠圣神来指明普天下要大饥荒。当去督岛的年间，果然有即个事。对安尼学生。定着意思，逐人照伊的力量，寄去攻击点犹太的兄弟。因就照安尼行，对巴拿巴甲扫罗经手，遐到遐的长老。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到遮，多乐，今仔日要唱的是《亲爱救主》，我要亲像你。
话是你给告诉我哩。亲爱的救主，我要亲像你，用你的宝血洗清洁我。愿一切恶路敬拜拢归伫天的阿爸爸上帝。正道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巴拿巴的升级。啊，你这个大家平安。我讲几落摆吼，我定定想讲讲道哪会当用唱的吼，毋捌偌好。因为唱吼，大家会当说人唱，会当说人专心。我应该去练习吼，甲讲道片变做一个歌来用唱，啊，大家说人唱。像拄啊圣歌队咧讲，主啊，我真正爱亲像你吼。咱常常伫咧信仰的生活，伫逐工的中间，咱会发现讲，你若哪亲近主，就会哪亲像主，对无？台语即款一个押韵起来是真水吼。哪亲近主，互你哪亲像主。若无亲近，就无可能亲像。咱会讲即两个人哦，翁仔无面，翁仔无面。敢一出世两个人就看起来有成？毋是啊，是安怎？斗阵太久啊，亲近太久啊，对无？哦，所以这个就是即款的意思。所以啊，求主帮助咱。如果若要亲像主，毋是咱想要亲像主的款式，是都爱咱想要亲像主所邀请答应咱的款式。也就是讲，耶稣有甲咱讲，恁会当亲像我什么款？毋是咱家己想要亲像耶稣的什么款？咱若家己决定想要亲像耶稣的什么款，哇，难如登天呐！但是咱就爱看耶稣有答应邀请讲，恁来亲像我什么款？所以马太福音11章，咱同识的一段经文是伫咧28节，但是耶稣用29节来甲咱讲恁会当亲像我安怎？马太11章29节，主耶稣讲。我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来对我学，恁就要得到真实的安息。前一节咱是讲，耶稣有讲，你若劳苦担重担的来就跟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有困难有艰苦找耶稣有影。无论虽然讲旧历7个拄过，但是有真侪兄弟姊妹通过耶稣基督的答应。咱会当经历一个平安的7个。不过耶稣刷落去讲要紧，恁来对我学，要学耶稣什么？伊讲温柔谦顺，学耶稣的温柔谦顺，就要互咱会当拿亲像主，拿亲像主。今仔日咱三甲斗阵有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就是等下朝11:20，少年团契主日学有一寡同学细囝会来伫即个所在。咱有2个功课要进行，一个就是幼稚园要进入小学1年的，小学要进入国中1年的，国中要进入高中1年，还是要进入大学1年，这伊无同的阶段。小学甲中学真大的无同。小学一班有老师导师，中学嘛有导师，差别伫咧小学的导师常常坐喺教室后壁，中学的导师坐喺办公室。我无啥讲，到我高中吼，有当时到大学嘛是有导师，一学期一届请你食水饺，安尼叫做导师时间。吼，阮以前食水饺，我毋知即摆迄个导师是从啥，大学一学期请你食一摆饭，叫导师时间安尼啦。吼，这无同的阶段，咱等下有一个讲。第2个功课就是少年团契会长要就任，咱的会长就任拢是1个，也是长老执事就任拢1个。毋过少年团契，因为咱考虑因的考试，因的联考，高中要上大学的联考是伫1月底啊。所以为了这个部分，所以咱少年团契会长就任会点伫咧9月第1个礼拜。通过安尼，咱嘛来学习咱的性命是毋是有升级，互爱升一级 ，upgrade 有升一级。敢若亲像咱踮咧树林长老教会。但是咱常常讲，咱踮树林区有足侪教会，有机会应该咱爱有一寡交流，互相的同心。踮咧普世，世界有遐尼侪教会，即教会有缘共款，咱这叫做普世教会事工。所以你会看到教会的周报咧讲今仔日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定着叫做普世教会的事工的一个主日，提醒咱
教会毋是干那咱一间，全世界有百种、千万种的教会，拢是尊耶稣基督做主，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经是咱信仰甲生活的基础，这拢是共一个教会。因为这个关系，互咱来当较关心世界代志。若无，咱的关心拢甲咱的经验有关系。亲像世界即马逐所在发生足侪代志，有去过缅甸的人，就会知影讲伊的政府军甲民兵安怎咧相战。你若去香港的吼，像迄逐礼拜爱飞香港的，咱就会烦恼讲你去今仔飞行机会飞无？去到遐圣经公会吼，我踮咧圣经公会就嘛会请题目师讲，香港的圣经公会动工感觉安怎吼？就迄款的气氛，因为甲咱有一点仔关系，咱会较关心。美国，咱足侪乡亲伫美国，若无世界逐所在吼，黑枪一大堆，迄个恐怖行动遐侪，咱哪会特别关心美国讲穿遐尼侪4个人、5个人就一支穿？因为咱足侪乡亲伫美国，哇！美国穿遐尼侪，所以咱就看到伊嘛想要改法律来限制这，一直改袂，讲几10年啊，改袂来。有穿的人，佫有势力，佫有议员，佫有参议员，这个就歹改啊！这真复杂的代志。所以咱伫关心这的中间，嘛看到一寡故事，互咱的心情所调整一下。阮最近有人看到这个故事咧，讲美国德州迄个所在，有一个80岁阿嬷吼，按 Walmart 迄 market 出来，超级先出来摕伊的物件吼，买物件来甲伊的车停车场，80、90岁开车伫美国足多吼，来甲家己的车，那4个少年的踮我的车内面，竟然家己的骹棒摕一支枪出来。我真的会开枪哦！我真正会弹。迄4个人看到这，赶紧就门开就走啊！这阿嬷吼，拄啊嘛惊甲入去了，锁匙摕出来，佫踮迄个装袂好势，因为家己嘛惊着我4个人，哪会装袂入去？出来一看，这台毋是我的，我系车伫遐，紧行去家己的车遐门一开，发动啊！毋过佫真紧张的，迄4个人迄4个少年派的，遐尼恶劲啊！你甲我惊一个，伊就开车去警察局，警察局嘛要报案。讲迄个4个少年，去了后，迄个警察吼，听伊一讲了吼，笑笑边啊，迄4个有事哦。你看，我就拄啊，迄4个少年呢，警察甲讲，迄4个少年来报案，讲有一个阿嬷要抢伊的车。因讲吼，当然都爱甲起诉啊。变做毋是4个少年的抢车，是啥？这阿嬷牙枪抢车，起诉法院吼判伊无罪啦。伊用一个法条讲叫做 senior moment， 就是一寡资深的人这个吼，这是真柔和的说法，意思讲吼，年纪到迄忽然间有个刹那，有一个 moment 吼，你有一点失忆，我觉得嘛，迄落那伊会真正。病理的名称是说暂时失忆啦，毋过伊用一个较好听的话叫 senior moment， 就是资深的人，有当时拢会雄雄去款，行较走较是要提啥吼，佫来甲客厅坐落去，要提水啦，佫行较走较，安那袂记，佫转来吼，伊用这个法条判这个80岁阿嬷无罪。不过虽然笑话，咱有缘感觉这穿遐尼多，实在是。有影是美国的一个真大的挑战吼，看近2年来，毋是恐怖分子的行动，煞变做咧校园踮咧聚会所在，踮咧超级市场发生这事，性命的升级升级，升级毋是干那个人，团体嘛共阮爱。咱来看巴拿巴，伊到底互咱学习到甚物款功课？当咱来讲咱要提升的时阵，要转化伊。牵涉到性命一款的成长，你有当时有成长，会发展，会扩展，再会有升级。你若袂振动的，就无所谓升级，袂转化咯。这嘛会带来安怎？会带来你的结果子。有当时也有丰收，但是相对嘛有一寡责任。所以当你讲到升级的时阵，伊是一个过程。在信用顶头有一个反省，咱叫做过程神学。咱的性命是一个过程。咱追求这个性命有一个过程，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信用反省，伊是一直在变，一直在改变，毋是静态，毋是我信主了后就停在遐。我有一个过程爱往前跑走，
所以你都要有耐心，慢慢啊压水，慢慢啊互伊结果子。无用你想讲，我要紧较悬吼，我紧摕一个椅仔拄喺下骹，或是安怎，紧安尼，互我会当升级哈，互我会当悬起。无，你都要有一个过程啊帮助咱。迄敢若行楼梯共款，一站一站。读幼稚园、读小学、读中学，有的人讲哇，安尼行爱遐尼长，我干脆来爬楼梯较紧吼。你要走阶梯还是要爬楼梯？要达到迄个所在，这款的过程是咱需要去经历、需要去经过。这款的过程，伊带互咱搁一摆的提醒。一个少年朋友，伊的方向有确定无？方向真正比速度搁较重要。生命中间，你有一个指南针，甲你讲你到底方向安怎对毋对？信心的声音，比你摕到一个码表搁较要紧。你明明有100分的实力，咱才考99分，咱敢若考99分。所以咱捌看到一个故事，迄是真实的吼。咧讲到一个青年人，细汉的时阵考试逐摆拢足歹。咱有看到迄个姓卢的迄个故事无？简单讲到有一届，因咧共班咧吼，有一个同学逐摆拢嘛考100分，5科考500分，即个吼。逐摆拢0分，有一届转来，哇，有一科考10分，老爸欢喜甲，竟然去甲厝边讲吼，佫摕一个鸡腿，互即个考10分咧食，其他4科吼拢0分。迄个老爸吼，伊5科应该拢100分咧吼，伊4科100分，干那有一科考90分，好，这老爸真无欢喜，就踮咧甲厝边讲，哎呀，迄10分吼，去互迄个摕去啦。老爸更较生气，甲伊个囝修理，毋敢修理厝边，修理因囝，讲阮去10分去互厝边摕去。迄个考10分呢，有鸡腿食；考490分呢，去用修理。这就是速度比方向更较重要，性命就偏差去。抓做速度重要，方向则偏差去，这真无彩。所以，咱若等下有遮年轻的朋友，因为对小学到中学、中学到大学，咱家己嘛爱看咱家己的性命方向有领了好对无吼？所以有一个老师咧，甲咱讲到，这已经是50几年前啊，的一个管理学咧讲到做一个管理，咧强调一款叫做情境领导。做一个管理者，你要对这个情境来行。9月。咱教会有真侪团契选会长、青年团契布良出来，明仔载乡议团契，过来妇女团契，什么等等，咱伫9月各团契会长会出来。会长出来了后，有一个真重要的功课要做，因为咱10月19要召开中级会长的研讨会，所以这个会长出来，毋是代志教互伊，通过辅导、通过团导啊，大家行伊三甲斗阵，伊爱做一项爱找同工，咱叫做。团队建立，伊爱找同工，找到同工了，因都爱马上赶紧看2020，袂用咧想讲照2019、2018、2017安尼去行，安尼吼实在是无彩。总是毋茫因会当集思广益。伫即款的过程，毋是会长伫领导即个团队，嘛毋是一个辅导伫领导即个团队，嘛毋是牧师伫领导即个团队，咱就爱即两个教授因所提出来。这个组织管理的中间，伊咧讲叫做情境领导学，你都要对迄个情景，迄个情景的指啥？就是这军队里的人，甲你做领导工，还是你公司的员工，因的成熟度，他们的成熟度到怎样，你的领导方式就会不同。所以咱就算兄弟姊妹咧，踮咧公司啊，踮咧你拢会当体会这项。拄开始的时阵，你面对一个新的处境，还是新的人，你爱互伊较侪教导。甲伊讲 SOP， 甲伊讲安怎行，敢若像伫第一款的情景，因为伊的支持较欠缺，伊的专业较少，指导是指专业的部分，支持是指人甲人的关系。所以当伊开始较知影物件的时阵，你对伊的教示就变做对伊的指导啊。敢若是一寡物件，敢若像教练咧甲伊讲啊，共款，互伊会当较侪做到第2个阶段去哩。因为伊的支持毋免遐尼多啊。但是伊的专业还佫无啥够，到伊的专业也有够，伊的支持度也够，敢若像伙伴，你甲你的员工敢若像同伴共款，
伊做的可能较侪，你踮咧边仔看无啥好势甲调整。到上落尾来到第4个阶段，你授权互伊做，授权互伊做。这是咱踮伫真侪团体组织的顶头会看到。这个核心呢，咱踮伫巴拿巴4名的升级中间，发现真重要。所以咱听到真侪伊甲扫罗的故事。所以咱看到巴拿巴伊的服侍中间4名的转化中间，第一项真要紧的，就是伊对着钱财的处理，用钱财来服侍上帝。咱伫旧年捌讲过，500年前，这个老师伊有分享到一项，伊讲一个人信主，一个人信主，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有3个部分，你要经历过这3摆。第一摆就是我知有上帝，我看圣经，我明白，我知影有上帝。要紧哦，毋是基督徒才知影有上帝哦，足侪人拢知影有上帝。雅各书圣经的雅各书，佮甲咱讲，连魔鬼嘛知影有上帝，佮明白上帝比咱佮较深。魔鬼哦，所以咱来明白有上帝，伊这宇宙的主宰的引带的带领，我知影有这个上帝。但第二，伊讲是你的心灵、你的灵魂有感动、有信靠。毋那敢若相信，佮有信靠，变做一个生命观。这个上帝甲你有关系，那甲我无关系吼，我插伊遐做要创啥？伊是伊啊，对无？郭台铭是郭台铭啊，甲我有啥物关系？伊搁较好个是伊的代志。这个上帝搁较厉害，那甲我无关系，偏仔蒙会做我的代志就好啊？无，毋是，咱请这天父上帝。所以第二个改变生命的改变，你的改变，你甲伊的关系。愈来愈挖靠伊，愈得到轻松。但那亲像以赛亚捌讲过一个譬喻，亲像一只鹰，体势飞悬。咱就敢若亲像踮伫天父上帝境界共款，伊带咱踮咧遐来飞，即款的信靠，完全的信靠。第三，伊讲一个人若相信耶稣有第三个，你的改变，就是你对金钱的态度的改变。你对金钱的改变的态度的改变，会放手，会知影迄个管家的意义是啥。敢若亲像咱常常看到即款故事，来讲到主前第3世纪，迄个通有名希腊迄个皇帝啊，30几岁就死去，迄个皇帝。老爸踮咧马其顿的帝国，国家交予伊了，伊开始征战逐所在。到30几岁就死，伊要死的时阵交代2项代志。第一个讲甲伊的棺材棺材挖2空，2只手伸出去，互我的百姓知影我空手来，我嘛空手走哦，无甲恁摕甲1500人无甲恁摕甲1500人。所以咱看到伊踮伫对着金钱有另外一款的观念改变的时阵，罗德马丁讲安尼才会成做一个基督徒。这3方面，咱看到巴拿巴，伊就是这款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互咱学习。咱知影使徒行传基本上是照时间安尼来写。过来，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阵，并无第几章第几节，伊是一直写落去。所以咱今仔所读的第4章36节、37节。接落去就是咱看的第5章第1节，这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哦。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真大的差别。巴拿巴伊敢若亲像犹太教共款，意思讲犹太人，但是伊踮咧塞浦路斯遐大汉，踮咧出世大汉，伊的老爸可能就出来。这个岛即马都是伫以色列的地中海，目前是土耳其甲希腊。两个占一半，统治这个塞浦路斯，圣经古版写古比罗、居比路、古比罗，就是这个塞浦路斯。这个巴拿巴应该是伫这个岛、这个所在出世，因老爸可能以前出来遮做生意，买田地、买厝，踮咧遮。所以巴拿巴当伊开始少年10几岁的时阵，老爸就甲送转去耶路撒冷，这是犹太宗教的大本营，有送去遐。读册，照教会历史来看，可能有2项代志。第一项，伊可能甲所罗同学嘅，
第二项，伊可能照路加的记载，咱知影使徒行传的作者叫路加，甲路加福音共款。路加福音有一摆记载讲，耶稣差派两个出去，70个学生差派因出去。巴拿巴照教会历史的传说，伊可能伫这70个中间的一个，也就是讲，伊毋是倒转去耶路撒冷学习犹太宗教的律法安尼啊，伊阁有机会认捌到耶稣，阁有机会认捌到耶稣，所以伊当耶稣死过啊上天了后，才信仰团体开始组织哦，才信徒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开始组织分享八饼主餐。巴拿巴嘛参与伫迄中间，使徒行传第4章、第2章，咧讲因即款的组织信的人真多，所以遮个团体啊无教会即个名，啊无基督徒即个名，遮个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国外的人，常常斗阵，逐礼拜斗阵，逐摆聚会拢有爱餐，所以食饭的钱无够，费用无够，真侪人就奉献。巴拿巴是中间的一个。伊就将伊的田、将伊的厝卖掉，甲钱奉献伫咧即个团体中间。这差不多是耶稣国外了后，迄1、2年的中间的代志。你若看刷落去，即个故事刷落去，迄对翁仔某，咱印象中常常会记伫初代教会迄对翁仔某，因嘛是卖厝了来奉献。哇，得不偿失，献了后人才死去。原来欺骗圣神。啊！这个故事做一个对照，互咱知影巴拿巴用钱财用马文来侍奉上帝，回应耶稣这句话。伊的确有听过耶稣讲这句话。你的心伫倒位？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就伫遐。你袂用个想要安尼服侍钱财，搁服侍上帝。但是巴拿巴学习着安怎用钱财来服侍上帝。所以巴拿巴所看重的是上帝国的降临，互相相听，要安怎落实？伊看重这项，因为有遐尼侪需要的人，啊，我会当参与一下，用马文钱财来服侍上帝，是伊生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转化。毋那安尼，过几年，司提反的代志发生啊。司提反就是当使徒。开始人3000、5000遐尼侪组织，这12个使徒无法度去分配100-200个小组。你若3000个人，至少就要100-200个小组，伫咧无共款的遮信徒的家庭嘛。迄阵也无通斗阵啊，所以12个使徒根本就过袂来，一个人去过10个小组，20个嘛过袂来。就讲安尼，原来好啊，祈祷传福音、食饭的代志啦，总务性都爱选一事。所以总共选一事出来，啊，这是已经耶稣上天了后，过几年的代志。毋过，遮个服侍、食米的技术，敢若会当伫咧即款的服侍、事务性服侍，因的信仰也真水，嘛，互真侪人因为因来明白到国外的耶稣基督。即中间有一个司提反，因为安尼才引起犹太宗教的进步。要用这款的死刑甲判，石头钉死，这是咱所看到的。伫咧第7章《使徒行传》来到第7章所发生的代志，所以咱看到这个圣经咧写讲司提反的代志，因信徒碰到患难，除了使徒留伫耶路撒冷以外，真侪门徒信徒都死过，有诶走去海边的腓尼基，有诶搁去塞浦路斯，有诶去北边安提阿，四线逐所在。咱拄啊读的圣经特别咧讲安提阿这个所在22节，讲遐足侪人信主，这款代志传来到耶路撒冷，使徒感觉应该派一个人去。这是逐所在传福音的时阵，拢会发生这款。伫咧成百年前，当福音踮咧平湖出现的时阵，迄是真特别的经验。这嘛有引起迄个时阵，咱所谓的南部大会。会注目，所以派甘为林牧师去遐看。福音安怎按平湖开始传说？这个是不假真实的传说，是按7米。安怎按7米开始？有一摆当机着上当，啊，踮咧咧讲，啊，倒头，甲伊所讲的，啊，都甲写出来。啊，踮咧7米迄个所在的庙，哇，
写出来字无一个会晓读。当机是新民父亲，领受新民的指示，倒头是一个翻译者，甲当机所领受的甲写出来。哦，新民指示咱都爱抬猪公三只，啊，当时爱做酒安怎，差不多拢是即款的代志，通好互咱得到保护。迄工写出来看无，看无就大条啊！哦，新民的指示你看无，所以因就紧渔船啊驶着吼，噗，走去马经，因为马经的庙较大间，找迄边的倒头看因看有无？这倒头就讲这看无咧，这以前啊，不管是三太子啦，是甚物都毋捌讲过即款话咧。因讲啊，紧来去高阳门看卖。所以渔船吼，搁较大只渔船，就甲即个纸乖乖摕去甲高阳一去吼，遐个庙看无，毋过问耶稣庙看卖，这款字敢若伫耶稣庙捌出现过。结果去甲耶稣庙吼，伊一看，足简单的字，以马内利，代志大条啊！阮也无派宣教师去。平湖这个所在，七米这个所在，哪会得到这款？咱捌经验过这款无？许多行传有记载，都还无外邦传福音，迄个意在二人，佫是做军官的，叫做什么名？哥尼流，哪会领受圣神？彼得去到遐看人已经领受圣神啊，不得不跟他们洗礼。因讲是应该是洗礼才领受圣神。所以，咱会当看到许多行传的故事，点伫2000年教会历史中间，一直伫咧甲咱提醒。OK， 所以共款即款情形，耶路撒冷教会讲，阮都还未派宣教师去，恁安地欧奈比阮较兴啊！我们已经停滞了，恁奈比阮较兴，赶紧要派，要派啥？哇！这12个使徒，大家拢灵呢，讲话拢有声势，拢就有办呢。到时去啦，甲遐吓惊着变怎？派一个同温柔、同会当宽勉人，叫做劝慰子，会当苛刻人，会当安慰人，即块巴拿巴派去安着。这是咱看到伊真要紧，除了用伊的钱财服侍上帝，过来用伊的信心顺服。啊，若无我巴拿巴相当嘛是一号人物呢？那派少年的去就好啊，啊无伊顺服愿意去。伊去到遐看，甲因讲，甲使徒看无共。伊看到因领受上帝恩赐，又真欢喜，宽勉因，就爱久长继续来挖苦处。这是咱看到伊第二项。虽然有信心，也阁欢喜顺服，这就要紧的吼。大家欢喜顺服，才会当建立上帝教会。你也知影，这个教会毋是遐简单啦，毋是犹太人做主体，有足侪外国人，包括有非洲的。这个古利奈就是利比亚，即摆的利比亚，非洲的利比亚。所以你看，还有迄款，一个叫马念，是含希律王读小学、读中学最近大汉的，哇，这不得了，表示这个马念的背景是贵族的背景。但是巴拿巴因所带领的团队，伊要带领团队真紧，到安提阿这个教会，信徒佫诚做门徒，信徒诚做门徒。信徒就是祈祷的时阵，会感谢上帝，你逐项的恩典赏赐互我。阮囡仔即摆要考试，请你会当祝福。阮后礼拜要出外，请你互阮好的天气。信徒拢爱安尼祈祷，我嘛要安尼祈祷。但是咱当时阵，佫是一个门徒，门徒祈祷就叫天父上帝，我会当做甚物？天父上帝，我会当诚做你的器躯，诚做你的骹手，我会当做甚物？这叫做门徒。我是毋是会当踮咧教会？我会当做交替无？我会当做甚物？这叫做门徒。三甲参与伫上帝的宣教服侍中间。这第三项，咱看到巴拿巴性命的转化心结，这真重要的，就是伊谦卑家己，独尊主最大。咱若看到使徒行传，今仔日最要紧的11章26节，咱拢会晓背，是迄后半段。门徒台语的圣经叫做学生，学生清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这已经是耶稣上天要成10年以后啊，已经足侪年啊。遮尔侪年的中间，人称遮拢叫做耶稣党。
甲遐个希律党同款，甲遐个法利赛党同款，叫因耶稣党，过去这名，因为安怎？因缀耶稣的啦，啊，遮个人是叫缀希律的啦，这是法利赛人党的。迄届大家真假安尼看到安地乌教会热心的奉献，我听到圣神的声，愿意车牌做一个宣告的教会，因称遮个人吼是认耶稣做救主，基督是救主哦，认耶稣做救主的门徒，叫做基督徒，对遐开始。所以咱今仔讲 Christian 就是对迄个时阵，对这个教会开始。所以咱看巴拿巴，伊虽然已经做领袖啊，欢喜受车派，一个领袖就欢喜爱做一个军队者，谦卑受教受车派。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在讲到主耶和华收拾我受教士的喙齿。这2页我特别是要劝给升级的年轻朋友看。我看到12岁的朋友已经来了，我要请这些12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预备，那主耶和华，预备，来，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早晨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你们将要从小学要进入国中，小学跟国中都不一样。还有一些幼稚班的小朋友你们现在还看不懂这些字，但是你们即将要开始认识这些字。生命中间无同款的阶段，伊咧讲的是什么？是一个教示人的人，应该求上帝，你来帮助我做一个教示人的喙齿安怎讲话。但是你注意看红字的部分哦，伊讲主耶和华，请你帮助我，互我有一个受教示的喙齿。伊是要做老师，是要做教示人的人呢？伊哪会要求一个受教示的喙齿？受教示的喙齿应该是甲这个囡仔讲，伊要发问的时候，对不对？受教者的舌头是要发问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发问了。但是教示人应该是甲上帝，你互我有一个教示人的喙齿，伊毋是呢？求上帝互我有一个受教示的喙齿，会晓受教示，才会当教示人。巴拿巴互咱看到这款的一个模范，所以还是这些要上国中的朋友，你们将来开始上了国中以后，世界变得不一样，你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要再把这一段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来听。预备，来，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你们要记得，上了国中以后，真的跟国小不一样。看起来比较自由，你们比较长大了，但是你们会面对更多的艰难，面对更多的挑战，考试也不一样。但是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主耶稣会在你们的左右，告诉你们你们当怎么行。你们唯一要学习的，就每一天都把握机会，让耶稣的声音进入你们的里面。所以在这个所在，咱们邀请这要升级的到前面来。来，我们请这年轻的朋友到前面来来从要升小一的先过来要升小一，要是要升小一的请过来。来，请过来，我们站在第一个台阶这一排我们那个要升小一的站在第一个台阶这一排，来，我们站在这个台阶第一排，然后我们要升国一的站在他们后面要升国中1年级的，对，要升高中的吗？有升高中吗？升大一的还没到
来，我们往这边动一点哈。我们站整排，你们再过来一点，都是国一的嘛哈。来，国一的往下面这边来，啊，你们站同一排哈，因为等一下有要升大学的。来，读士林国小的举手。不是啊，我说这边要读士林国小的，士林国小的举手，这是学长啊。要读文昌国小的有没有？要读福林国小的，还有你要读哪里？福如国小，有没有？民生 ？OK， 好。华兴，啊，所以你们将要到学校，前天有到学校去了，对不对？已经开学典礼了哈，已经开学典礼。来，国中的要读士林国中的，请举手。没有。爱加油，爱加油啊！淡江中学的举手。哦，来，谢谢。还有是什么国中？天母国中的举手。然后呢，中正国中的。然后有南雅国中的，你什么国中？石牌国中的。我叫你是阿够现啊？说，不是，哪个？哦，魁山，好，魁山中学。那你是 ？OK， 好。那我们发觉哈，去到中学以后，北部的选择就无同款啦，愈来愈多元，袂个受迄个区域，无受到区域的限制。那再来。再来就是上大一的嘛，对不对？好，我们上大一的，咱要上大学一年的嘛，真多，吼，大学一年真多，所以咱特别爱为着这小朋友，这不是干那因家庭的代志，咱一定领受一个观念，上帝互咱踮伫教会中间，咱成做一体，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年轻的朋友，你在你的功课上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要面对2个很大的挑战。一个就是生活环境不同，同学不一样了，对不？写功课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你们开始要波摸啊，是不是？开始要波摸一个新的。然后你们呢，上了国中以后，开始有一些课程，说不定会跟小学不一样。国小的时候，导师常常在教室；上了国中，常常看不到导师了。好，那同学之间这个学习的环境不一样。另外一个。生命关系不一样，国小的时候可能开始长大，有些同学就会打人家，有时候会拉辫子，你们要知道要讲出来，被拉辫子要讲出来，好不好？好，对不对？被拉，我不喜欢这样，要讲出来，好不好？好，如果有一些不要跟人家吵架，但是要讲出来。同样的，进入国中，你会面对不同的挑战，遇到不舒服的事情。回到家里一定要讲出来。来，我们上大一的哈，我们上大一的就在后面哈。这是上大学一年，大一的哈，这是大学一年哈。好，这是上大一的啊，还有吗？有上高中的吗？高一的。高一的，来，咱行大一卡到底头，高一跟大一，对，上面，高中的上这边啊，大学的在这边哈，高中的靠我的左边，大学的在1号，所以今天的高中代表，高一代表有几个？高一的2个哈，高一还有吗？来，哦，对，圣经来，高一的好来，高一的。所以我请高一跟大一站在一起啊，高一的跟大一这1年搞到底。来，高一的在这边上来，高一的，高一哈，还有吗？高一大一没有哈？好，今天这个机会，让我们在这里一个很重要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也那不比，那不是，这是上帝的话语哈。我们生命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要一起再把这段经文念一次哦。预备来，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里说的教师，它至少代表3个。第一个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弟兄姐妹长辈，他们会为我们祷告，好，为我们今天每一个祷告。你在前面的阶段，他为你们祷告，所以他们可能生活经验，包括很可能是你的亲人或者你的辅导，他们会常常为我们祷告。生命上也好像我们的教师一样，你会听到他们的建议，他们不会躲起来，你有事情跟他们讲，跟我们讲，一定会回应。第二个，在这边所说的教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说的圣灵，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们继续祷告，所以你们放心，虽然会碰到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苦，你们仍然勇敢向前。第3个最重要，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会在我们中间。好，主耶稣永远他的救恩完成的救恩会在我们中间陪伴我们，否则的话呢，艰难困苦很多，挑战很多，但是耶稣说放心，他把他真实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要邀请我们所有这些我刚说的第一个城市的教师，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同伴、属灵同伴、属灵的长辈，我们要一起为大家祷告，好，盼望主能够带领保守我们。所以我邀请咱大家起立，咱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为了这所有朋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做点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们会当有这好的机会咱们属灵教会上到到今，我确信主你的确要保守，让因会当真做主你所听的囝儿。我将这段仰望交托给你的圣手，恳求你真实来到阮三个顶。万关人的主宰，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让阮踮属灵长老教会这个大家庭，阮性命经过你圣神的引带，有无同款升级的机会。今仔日伫这个时刻，阮面对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伫因学习的阶段有一个转化，恳求圣神恁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拢成做因的大导者，时时刻刻摕今仔日的周报看因的名，为着因祈祷，通互因伫新的阶段学习有真大的领受，伫因的生命中间经历了主你的疼，甲你的引带。我们特别要恳求天父上帝看顾我们每一位，已经进入生命中间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一方面需要学习按部就班，另外一方面，我们更需要有主耶稣你奇妙的爱跟带领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可能会遇到学习的挑战，我们可能会遇到与老师之间的沟通，我们甚至可能会遇到同学的霸凌，或者是我们会不会去对不起人家，我们都要求主耶稣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位从上小一或上国一、高一，甚至上大学的年轻朋友，我们能够有主耶稣基督你的爱与主耶稣基督你的智慧，能够成为我们班上同学的祝福，也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会成为我们班上、我们学校的祝福。人家看到我们会羡慕我们在士林长老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得到许许多多的信仰长辈的带导扶持。谢谢主，因为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必定与每一位年轻朋友同在，你也会赐给他们持续很久的依靠你。愿你的带领永远不离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会众请坐，咱拍扑啊，大家鼓励哈，加油！好，希望你记得这个时刻，有很多伙伴为你们祷告。遇到事情一定要记得家人讲，如果家人不方便讲，记得跟你的辅导、传道或跟牧师娘讲。我比较看起来比较丑哈，你可以跟牧师娘讲，或跟这些长老执事讲，他们一定会成为你们的帮助。好，来过去拜帕婆啊！好，那谢谢哈，我们可以下来。好，哦，首先后面可以看哈，来那个要上小一的老师要送一个很重要的礼物来，有人爱想做不？来，应该倒在这。
以前如果你读幼幼班，你也拿过，对不对？6年前有人拿过哈。好像刚才是一个册包啊啦吼，一个较大的册包啊。好，再来是要上升国中1年级。在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拢有这款的经验。你要读国中1年，你也摕到一本圣经。你哪有读主日学？好，来，我们请，这个是一本圣经哈。这是要上国中1年的，拢会有这本圣经，因为圣经跟这本同款哈，跟我这本同款。你们的圣经跟我一样，我的跟你们一样。那希望你们可以天天看它，让它留下你生命的岁月。所谓生命的岁月，就是会脱皮啊，圣经会脱皮啊，里面可能会有你的重点啊。好，我的圣经跟你们一样大小，所以你们不能说看不见哦，不要用手机，好不好？看圣经不要用手机，用这个纸本，你把你想画的画在上面，想说的写在上面。然后有一天你会跟我讲说，牧师，我皮已经快脱光了，你跟我讲，我再换一本新的给你。好，那如果你在刚升少气的时候，应该后面也有人拿过，对不对？好，这教会送的。那我们希望上帝的话语真的成为你们的帮助，特别是要上高一、上大一的，教会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协助，让你们能够再继续彼此扶持连结哈。好，最后那个拍婆啊，多雷音，好，那我这样来哈，来慢慢的来哈。来，少气请在后面等一下哈，因为我们会长要就任。你的周报内面有今仔日徛在台仔顶，这年轻的朋友的名。我希望你若无习惯摕周报转去的人，今仔日你周报稳当摕转去。你请你家这页放伫你的册桌啊，还是放伫你的食饭桌，吼，就周报的第3页，你这份摕转去。第3页顶头有咱今仔日看到徛在台顶这的少年人的朋友的名，你会当甲看读册啊，你读这。有一寡人，你可能唔知，你会当问中级啊，这是不加多是新来的，哦，咱希望会当为因祈祷啊，或者年轻的朋友成长换一个新的阶段，会当真顺利。啊，咱拄啊开始有讲到，咱今仔有一个要紧，就是少年团契会长的就任，我市伫倒位？来，好。你可来加哈，面对我，在下面哈，对，下面在下面哈，面对我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哈，在咱教会中间，咱有叫做真侪单位，很多的团契算是一个单位，而且单位都有所谓的首长，就是会长，还是少年团契。圣经中间特别有咧甲咱讲到，马太福音第9章，马太福音第9章。主耶稣有跟他的学生讲，他说：“哦，要收的庄稼已经太多了，水果丰收了，要赶快收，但是工人太少，所以你们要求天父上帝差派工人，求原主人哈，求主人赶快差派工人来收割。所以成为团契的会长，不是你一个人做工，你会有同工，有辅导陪伴你，这是一个很重要主耶稣的命令。”另外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有咧讲咱吼，我们要靠主常常努力的来服侍，因为我们是为主做，而不是为人做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刻，请你来回答。我若继续安尼讲，你敢听会有？
这个时候，请你来回答我要问你的两件事情。你有领受少年团契会长这个职分，确信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吗？你领受了这个会长职分以后，要倚靠耶稣基督，尊他为主，尽力在你这个会长的职分来荣耀他。你愿意这样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士林堂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为少年团契会长。你要谨慎自己的行为以及你所做的一切，常常关心你所服侍的工作，尽力来荣耀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当教会兄弟姊妹人数愈来愈多，无同的年龄阶层有无同款的需要，你为着阮设立团契。这个时刻，阮特别为着瑞奇正做少年团契会长，阮来甲设立的一个典礼，恳求主你圣神帮赞，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正做见证人，常常为着瑞奇来祈祷，通互伊踮伫少年团契服侍，会当正做真水的见证，互人得到利益，上帝得到荣光。我们特别要恳求圣灵你与瑞奇同在，在年轻的过程中间学习提摩太，不让人小看他的年轻，总是在言语、信心、爱心、清洁、行为上面成为众人的榜样。求主你保守瑞奇，常常仰望你，常常连结于你，让他在少年团契的服事非常的喜乐，因为有那么好的同工，让他在少年团契的服事能够尽心尽力，因为有很好的辅导陪伴他，让他们的少年团契能够成为一个充满活力而且荣神益人的一个团契。每位契友彼此都连结在耶稣基督，他们就要让主的爱、主的恩典、主的智慧充满在他们里面。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来，请你向后转。咱拍普高欢迎哈。对，少年团契在来，请副会长来，副会长过来。那个同工有了吗？有。来，副会长哈，这是会长瑞奇，副会长主佑，主耶稣保佑哈，主佑。还有其他同工有什么同工？活动长。活动来，负责活动的同工来，负责活动长过来。会计，会计来，出纳哈，来，总务同工，来，咱来看这边哈，来，来，站，我跟你讲哈。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在这个地方长，不是这个教会，在新店。还说看下看，我老人一大堆，老人一大堆啊。那有时候在这些长辈面前，我们只要用笑脸跟他们面对就好，但是不要叫他们看清你们，好不好？不要让。保罗怎么跟提摩太说的？你还记得吗？有没有背起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来一起来背一背，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言语就是你的讲话，行为就用笑容就好。爱心就是要多帮忙人家，信心每一天坚定信靠上帝，就用一个短短的祷告，亲爱主耶稣。谢谢你爱我，带领我。最后很重要，就清洁。这个清洁对少年人挑战特别大。你今天一上网，色情的东西一大堆；你今天一出去，面对霸凌的挑战来了，很多这方面。咱这讲法就白哦，咱们拜登马爱讲法就白。少年人面对这款的挑战，但是我们要在清洁就是圣洁上面，成为众人的榜样，成为同学羡慕的对象。好，这样让我们的整个
少年团契，尤其有那么好的辅导陪伴我们哈，不只是吃吃喝喝以外，让我们能够在刚刚说的这些方面成为众人的榜样，好不好？好，咱过几摆拍扑啊，玻璃下刚刚哈，好，谢谢哈，来，这个应该没有献花了哈。好，你家的少年朋友哈，他们要回去团契，我们如果你要留下来，我们也很欢迎哈。所以，咱毋忙每一个兄弟姊妹，生命你的无同款阶段，你参与无同款的场合。今仔日咱会当参与伫这个礼拜，讲起来实在是咱的福气。你这礼拜若无来的兄弟姊妹，你转去甲伊讲，看到遮尔侪少年人有遐尔大的感动，伊无法度体会，除非伊看龙眼大。但你想看卖，上帝遐尼怜悯听咱树林长老教会，我看到这阵，我就一直想讲，上大学一年才超过10个啦。我这几天一直祈祷讲，都爱有人甲这11个扣掉的。啊，若无入去少年团契，入去大学了，马上就折损了，条件太大，那条件太大。我靠，上大一是什么？上大一干嘛？社团呐，交男女朋友啊，这物件弄出来啊！啊，你那个团契，哎呦，那有时间，没时间先删掉的就是到教会的时间，所以已经含这辅导啊，含迄个踮咧讨论讲，若要叫人拜六暗来青年团契哦，可能死一半，吼，唔是迄个中华社头啦吼，要安怎互这阵会当阁继续吼？咩啦？同款。去你高中的吼，还是讲你看主流要来少年团契，要来少年团契。啊，这我这摆也想破头，真的要有适当的人来陪伴他们，来陪因，爱拍破咱团契聚会时间，拍破咱的思考，包括咱的青年团契嘛，爱真紧都爱分开啊。社青团契甲迄个学生团契爱分。啊，若无你看这18岁拄要读大学一年，第一摆来团契听恁咧讲。哇，那个职场老板很机车哦。那礼拜3哇又要放假，什么工作？那对大学一年你听嘿，下礼拜他就不来了。哦，伊必须要踮咧这个所在找到属灵的同伴，所以咱教会必须要做一寡改变调整，做一顶头或者，但是需要有更较多的工人三甲来陪伴来服侍吼。咱毋忙，咱拢会当亲像耶稣邀请，成做一个好的牧者。耶稣是好的牧者，为着咱百姓杀性命。咱嘛是拢伫无共款的角色，诚做领导者。伫你的家庭、伫你的社区、踮咧教会，无共款的团结是小组，两个人就走出一个领导啦，对无？两个人出去都爱有一个人决定嘛。咱毋茫咱有真成熟的生命，很成熟的生命，愿意陪伴者、陪伴教会其他需要人，咱含三甲斗阵。所以求主帮助咱想看讲，我生命成长的过程，你想看觅？50年前。80年前，也是当时，你敢捌有这款经验？家己有进步哦，有成绩，个性习惯，也是你的兴趣，你的多一部分，发现家己真正有领受，有成绩，吼，也是讲伫咧服侍的角色顶头，什么叫成绩呢？有一天我吼，有一天咱顺教会若要开拓教会吼，啊派课程多，毋是派团多吼，咱教会就成绩啊。这句话毋茫小学员先听有吼。当咱会当派牧师出去，毋是派团队出去开拓教会，那安尼时阵表示咱的教会另外一款的成绩。有2-3个家庭愿意最近出去开拓教会，咱前一摆开拓教会是1981年，已经30几年前啊，前一摆，吼啊，搁较早一届是搁较早，所以咱毋茫类似这款的，咱想看有这款第二项。当咱的引带人、成全人，互因得到成就了后，你煞愈来愈无去呢吼！啊，大家咧看因啊，咧看遮，你会感受安怎？有耶稣基督的平安，甲你伫地无？这不只要紧，所以咱毋茫咱会当继续诚做一个亚经济的人，继续来关心，继续亲像巴拿巴共款吼，伫个志在服侍上帝顶头，伊有转化成绩。伫个信心顺服顶头，
建立教会，参与侍奉又升级，伫个上路尾欢喜尊基督做主，家己看做卑微，甚至尾啊无人阁看到巴拿巴，伊嘛真欢喜，这诚做咱真大诶学习。圣诗554首，咧讲透早去也好整，用温群甲热情，日头去也好整，半晡也无停，就爱吞忍哦，吞忍到就爱忍耐到猪仔会熟，宽心来听候。为什么宽心？因为知影上帝的掌权，咱来听候这个修行，就会欢喜吟诗。咱最近来吟圣诗554首。透早起也好静，因温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半晡也无停。着困润到朝夕，宽心听到修行，就会欢喜平静。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家己忠心的罗卜巴拿巴，互阮学习生命中间，阮会当升级。无论是伫职财、伫事业、伫工作、人际关系，特别是阮甲上帝你的关系，愿意谦卑顺服，恳求你帮助阮。也感谢你，通过今仔日遮尔侪年轻的朋友伫中间，伫阮中间。互阮有更较大的一个负担，阮实在是爱互这年轻的这世代得到成全，得到装备。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愿意付出更较多，愿意更较正最水的模范通互因看，认真伫主的面前来敲吹来追求，用态度互因看到原来国真国活的上帝。伫阮的中间，互青年人、互少年人有真水的一个模样，通来学习。因看到阮，因就相信上帝伫地；因看到阮，甲阮三合斗阵，就知耶稣基督的救恩充满伫阮的中间。愿你因带保守，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
煞只要感恩奉献，无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请无方便无要紧。起立，会众请起立。请咱来读经句，第9部的头一页。我读一遍，请咱斗阵来读2遍。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到11节。我来是要互因有活，阁有丰盛。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羊放杀性命。请咱斗阵来读。约翰福音10章10节到11节。我来是要互因有活，阁有丰盛。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约翰福音10章10节到11节。我来是要互因有活，阁有丰盛。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羊放杀性命。请问，今日敢有头一摆来咱参加聚会兄弟姊妹吗？若无，咱煞接来看消息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9月丰盛人生会当到招待道还是办公室内？宣教事工部伫9月7号要甲杨恩老师做伙游淡水，敲找马街的脚跡，欢迎兄弟报名参加。下半年度学道班伫9月22号开课，若有要洗礼还是上课的兄弟，请到办公室还是招待道报名。9月28号早起9点。教育事工部举办读经营，请兄弟各团体、小组也是办公室报名参加。107学年度第2学期的奖学金开始申请，到9月30为止。
2019甲京剧有约进入新年季，邀请兄弟踊跃参与。明仔载早起9点半，熊年团契举行月例会、甲会长、副会长的选举。以下是聚会内容，欢迎兄弟踊跃参加。9月17到19号，台北中华熊年事工部举办灵修3日游，请要参加的兄弟伫9月5号进前报名缴费。圣歌队、雅各诗班甲姊妹团契分别伫9月7号到9月28号举行会长、副会长的选举，请带到。教育馆的景观工程甲内部设备装潢的遴选项目，肯定招待到，欢迎兄弟遴选。以下是教育馆兴建工程的进度，请带到甲奉献。请继续为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带到，愿上帝安慰甲医治。讲到咱请牧师，咱拄所看到遐个事工以外，咱特别有看到讲最近是各团契要改选会长，包括布牛敬拜团、青年团契已经选出来，过来，还有像明仔载上年吼，过来姊妹圣歌队等等遮个，咱特别为了即个事来祈祷。毋是选出来一个会长了，但是交互伊，咱望像拄你看少年团契，因2礼拜前选了，人因的团队就走出来吼，包括过家出来啥等等。你讲因会晓做啥？我嘛毋知吼。毋过有辅导干三甲斗阵，因就开始锻炼，成做一个服侍者。所以咱也为了所有遮个团契选举，特别是会长会当有遮个同工来祈祷。咱拄看遐尼侪咱的细囝，这是干那一个读小学中间的1年来了，要读1年的，要读国中1年，要读高中1年的，剩的咱教会中间遮个青年少年儿童实在是咱爱搁较侪来付出，来栽培因的部分。咱也将咱家己本身要摆咧伫上帝面前的，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喙来三甲祈祷，请起立，咱将遮来摆列。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对你领受，也感觉教会中间有真侪大家三甲一起，恳求你，互阮会当亲像我来演出所罗成全牧师，我哋同啲同样个人，去到帮助，亲爱主，阮感谢你，互阮看到圣经内面记载巴拿巴伊安怎带伊的团队带所罗，甚至来成全所罗，成全这同工，诚做会当带领人、鼓励人，互人得帮助的。恳求你因带我，互阮伫阮家己的生命中间，得到人的鼓励，得到人的帮助。有一日，阮嘛会当诚做人的帮助，互阮这个教会会当亲像主你的心意同款，日日得到换新。时时得到主你的心意伫阮的内面，恳求你特别看顾今仔日伫你面前，遮尔侪少年朋友，因头前的路站有真侪挑战艰难。主啊，你的心加倍干伫地，互因免拄伫少年人所碰到的引诱、重担、困难，互因知有遮个属灵的同伴、属灵的长辈，甲因三甲斗阵。特别主，你诚做因一生的主。愿咱你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吟上英的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彼线，请牧师来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会将车坐，列岛即场的聚会到这。